冇錢買機票，但想去旅行，冇有怕。我哋大學生帶你一日玩轉香港，深度體驗文化。今日兩隊人馬，一隊走舊路，一隊玩新潮，睇下邊隊好玩啲，邊隊抵玩啲。Round one 食嘢，選擇香港經典嘅茶餐廳，經典中嘅經典，菠蘿油、西多士、酥皮蛋撻、炸雞髀 ，share 嚟食就一流。新隊就主打掃街小食，哇！葵涌廣場真係世界美食嘅縮影啊！唯一嘅擔心就係好容易超支同埋增肥。Round two 睇風景，重溫歷史建築美荷樓，感受香港舊時光。本身政府諗住拆咗佢噶啦，好彩而家活化成為香港嘅文化焦點。新隊直闖 M+ 博物館，享受現代藝術衝擊，真係好多嘢睇喎，但係票價勁貴咯。你哋又覺得值唔值呢？ Round three 買嘢，喺女人街揾紀念品，性價比同埋實用性都好高噶，但係呢就好靚下，同埋都冇冷氣。新隊抽盲盒喎，開箱都幾講運氣嘅，畢竟窮遊就代表冇得係咁抽到想要嘅款式，但係無論點都係一個驚喜。Round four 搭車，體驗懷舊電車，慢慢感受城市脈搏。雖然景色有啲重複同埋比較慢，但係都玩咗成日啦，唞下都唔錯啊。新隊體力充沛，踩共享單車，用體力換取更自由嘅路線同埋多變嘅風景，順便可以做埋運動，一舉兩得。新隊就用咗337蚊，但係攞到19粒星，真係玩到盡一盡啦。舊隊淨係用咗161個3，攞15粒星，行窮遊路線。既然新隊好玩啲，舊隊抵玩啲，我哋決定打和。舊式懷舊，新式刺激，你哋又中意邊一款路線多啲呢？留言話俾我哋知啦。